Hello，大家好。我好耐冇開 cam 啦，依家處於喺香港嘅某一家酒店。點解我會喺今日住酒店呢？係因為我搶到17嘅貴婦飛，因為我實在太想去買企位，所以就特登去試下搶貴婦飛啦。點知又俾我搶到喎！呢袋入邊有啲周邊嘅，睇下有咩事。竟然唔需要買，就有卡套。哦，完全冇 expect 係有卡套呢樣嘢，仲要係香港限定版。跟住咩？唔通痛袋？真係痛袋！限定痛袋。跟住整咗一張小卡，竟然有痛袋！哇哦，好神奇！跟住佢啲感謝卡啦，跟住呢個我都已經喺買另一張飛都已經有呢個功能，再有多謝。依家去 room tour 一下呢間酒店有啲咩？依家我背景就係大門啦，跟住入到嚟就係洗手間，就有個好大嘅鏡，仲有呢個放大鏡係方便化妝嘅啫。跟住我坐下巴士嗰陣時，突然間諗起係咪應該要買刷牙用品啦？好彩呢度係有齊晒所有嘅嘢嘅，咁我就唔使特登去買啦。跟住浴袍，跟住係企缸嚟嘅，廁所，跟住之後，其實我已經入過一轉㗎啦，已經放晒啲嘢喺度。跟住話已經係幫我 upgrade 咗一張大床啦，跟住呢，有2張凳，跟住一大支水，跟住飲料，跟住下面呢個就雪櫃仔。我喺 check out 嘅時候，再睇下我住幾多樓啦，係住喺17樓，唔知係咪迎合 Seventeen，所以就安排17樓俾粉絲。今晚我就係喺度住一晚㗎啦，之後第2日我就12點 check out 咗之後就會翻屋企一轉，跟住換件衫，跟住4點幾先係再出發咯。依家再畫翻條眼線先 get ready 去啟德，拜拜。我入場啦，我預計時間有出錯啦。嚟到嘅時候已經播緊 VCR， 但好彩未開始表演，剛好嚟得及時，係地面嘅味道啊！終於揾到位置啦！佢哋係第一次有近距離嘅感覺，因為佢哋實在太紅啦，基本上冇一啲嘅能力唔可以同佢哋有近距離嘅接觸，我都毫不自覺哇咗一聲。相反，我玩 Infin 係咁樣，同咁樣。同咁樣，
同咁樣，再咁樣，佢哋暫時唔可以有近距離嘅接觸，或者永遠唔會有近距離。不過咁樣嘅距離都係一件好事。依家返到嚟酒店啦，我依家把聲好咗啲。喺離場嗰陣時都有錄音俾啲 friend 聽，我把聲係冇咗嘅，完全係又係嗌到失晒聲。咁應該我連聲都變埋嘅。今日第一日啦，都係玩得好癲嘅。不過 Arjo、Nice 同埋 Water 係輪流喺度不停重複咁樣去唱，所以都第一日都好正。依家食嘢先，就嚟到第二日啦，第二日我就坐咗1099啦，但我坐咗有臭狐嘅揸日文中間，由我5點多開始坐入去，聞到完場。我真心俾個服字佢，點解仲可以着到咁厚嘅外套？個場館裏面都已經好熱，好彩我有帶到香水，但依然都係聞到啲臭狐。因為 Coops 見到企位有人喺度玩圈圈啦，跟住佢哋就一齊玩埋一份。呢一 part 已經真係去到最後。我又叫到聲沙咗咧，終於可以呼吸新鮮空氣啦！我把聲又變咗啦〜